一礼拜6天的中间哦，用半点钟的时间来，互遐个伊的员工600-700个员工，5万因会通啦，透过早起的礼拜灵修，互遐员工来信主。这长老有认真无？有认真无？有用心无？真用心。有效果无？无效果。我问讲啊，无董事长是安怎？伊讲你知影无？阮董事长吼，虽然是安尼啦吼，总是非常的刻薄，对员工非常的刻薄。后壁就免阁讲啊。你兄弟姊妹，这个时阵咱做真正侪所谓传福音的工作，总是咱是敢若要互人知影有耶稣。总是迄个家己本身若无有迄个真正踮伫主的内面，去展现迄个属主耶稣基督的教示，行伊的教示，行伊的命令，来展现伫众人的中间，有效果无？无效果。所以是第三个团的中间，第三个要紧的内涵是啥物？毋是敢若改变态度，改变态度了，爱产生认同。产生认同 identity， 你透过人物，透过改变我的态度，对拒绝到伫接纳，对伫硬心到伫柔软，对伫柔软到伫接纳，对无？所以伫迄个接纳迄个态度有咧改变无？有咧改变。所以改变了后，有人要求毋是基督徒啊，信耶稣袂歹啦，信耶稣吼，会人较自善。真侪公司若要找员工，古早吼，若要找员工，拢总爱若基督徒哇，这挂保证的，挂保证的，所以足爱找基督徒。总是今仔日有真侪基督徒的主管，伫教会的学校、教会的病院、教会的什物机构中间，若用阮遐个非基督徒参与内底，有一遍我拄到一个主管，伊甲我讲：牧师，我跟你讲哦。你迄个基督教福利会要找员工吼，上好毋好找基督徒。基督徒足歹用的，应喙应字上后，佮意见上济，佮会晓搬圣经来甲你对长。所以你千万毋通用基督徒，你用非基督徒吼，足好用的。我甲你保证，平平做牧师吼，我听到即款的声的时，阿免无？有个人阿免哦。这是今仔日基督徒的态度已经安怎改变去安尼？改变去安尼？对原来应该有的态度变做什么？变做徛伫天堂门口迄个法利赛人，家己无爱入去，佮阻挡人入去，迄个罪加一等，对无？所以今仔日有一个学校。伊内底请真侪只一级主管，我做董事的时甲伊讲，请你甲一级主管的简历，互我要爱了解，摕袂出来。落尾我了解，结果是啥物？伊遐一级主管，大部分的一级主管吼，拢是非基督徒。你兄弟姊妹，今仔日咱的教会若到这个地步，你免来传福音。咱传福音拢团假的，咱传福音拢传伫骹只拼。所以伫这中间在讲认同的时，就一个故事咧，甲咱讲起，有一个教法师来找耶稣，甲耶稣问一个真正犹太人，包括咱遮的新的以色列百姓，同款一个命题，甲耶稣问啥？讲rab比，我要安怎样才会通得到永远活？永远活？耶稣想讲，伊是教律法的人呢？啊，当然，这个问题，这是基要道理，他还在问我咧。啊，真明显是要啥？是要甲我考试对无？耶稣无上当，耶稣无丢掉，所以就咧甲问讲，啊无啊，你读圣经，你读的圣经安怎记载？你读的圣经律法安怎记载？啊，搁一人，啊，你读了安怎样？你读了安怎样？伫这段圣经在描写耶稣在问这两个命题时，我感觉真正可爱，啊嘛真正，互你会通去深想的一个议题，嘛在问咱，你敢知？恁爱永远活无？
爱永远我举手。有人无举手是安那无爱吼？我跟你讲哦，真这时阵是信仰的抉择，you have to make choice， 你着爱做决定呢。莫人问你的时，又拄着看边仔有人要举手无？才来举手，有人是白付。主耶稣在问互这个列比在问，这个教法师在问的时候，伊咧想讲，伊教律法的人竟然在问我永远我的代志，所以就问伊两个问题：你读的圣经安怎记载？第二，你读了安怎样？咱来去思考这耶稣在讲这个问题嘛？咧问咱有在读圣经无？有无？有呢。无上减无礼拜日嘛读2节，对无？所以这中间咱有读圣经，总是主耶稣讲你读了安怎样？有一个夫妇在教囝的时真正趣味，伊的这个囡仔的老母常常甲囡仔讲。啥物？你功课写了未？写完未？囡仔就讲我写了啊。总是伊的老爸甲囡仔问讲，啥物？你写好未？写好未？伊讲我写好啊。老爸随时来讲，安尼你摕来互爸爸看。你这用迄个鉛笔安尼练的啊？这无准算，拢糊掉填写选择题啊，所以伫迄中间老爸咧检查伊的功课小明就安那会紧张袂？就足紧张。妈妈讲你写完未？写了未？写了啊！好，一个人去看电视啊。总是爸爸无放伊煞呢。你写好未？伊落尾即个细囝就知影讲，写完甲写好有共款无？无共款呢，你若黑白写无好，凊彩啰啰嗦嗦写咧爸爸是会甲规页拢总安那，甲糊掉去，填写，目屎流目屎滴嘛着写，所以后边伊就乖乖安那写好。咱读圣经亲像这个教法书共款，耶稣问咱两个问题：你有读圣经无？你读了安怎？真侪时咱读圣经是歹伫脚趾拼。知影我有一本圣经，总是都看袂到，所以迄个甲你的生命、基督徒的生命完全无有关系。你敢知影？伫这个世代，保罗先生讲，伫这个世代是一个悖谬的世代，这是主耶稣讲的嘛同款的话，是悖谬的世代。有真侪人知影有光，总是却无爱光，进入伫黑暗。所以保罗先生讲恁是光明的囝，就毋通继续行伫黑暗的中间，对无？所以咱已经信主耶稣人，行伫光明的中间，就迄个目标来不断迈进。总是有真侪人虽然是光，讲我是光，总是摇久伫暗。就亲像以色列，互上帝带到伫一个坑谷的中间，看见真正侪遐个什么物件，拗骨头。伫这中间，伫遐无生命力。所以保罗先生讲什么？讲人若有信心，总是若无惊做，迄个信心是啥？是什么？死的。所以虽然讲我是基督徒，我是以色列百姓，总是无生命力的时，就是伫坑谷内底遐个拗骨头，敢毋是？起码在座咱兄弟姊妹，会当伫圣殿中间做伙组织敬拜上帝，表明咱是有活命力的基督徒。就是你的活命力基督徒，要安怎样真侪有效果？你咧传的时，要真侪有效果。一个基督徒，大声要求咱本身，咱就爱捌主耶稣，捌上帝，佮经验着上帝的生命点伫咱内面。互咱会通伫这中间去活出耶稣基督的款式，才有法度真侪有感染力，有传染力。传染病毋好啦都是来传染力。对基督徒的生命来讲，这是真诶要紧诶。你有感染力无？你若无有感染力，
伫这个中间，你无迄个笑容，啊，无有亲切，无有温暖，无有疼，你就是卖你所有来真济颂扬人。保罗先生讲啥？就是烧我的身躯，互火献我的身躯，互火烧。若无仁爱，就无啥，无算做什么。我虽然来讲万国的言语，互人捌上帝、知上帝，总是吼，若无有仁爱，就诚侪响的动气，弹的啥喇叭。你听姊妹，伫这中间，圣经真侪所在拢咧讲这个。所以伫这团福音的中间，你都爱会晓会记一项，有3个步调。传互人知，互人捌。第二，透过你的改变，我若互伊改变。你若无改变，对方的确袂改变。教会若无改变，你无办法伫这个社区的中间做好的见证。你要毋望你的厝边隔壁，诚侪基督徒，诚侪互因得到同款得到福音的好处，门都没有。所以有人合理化讲无毋对啦，拢安尼啦。因为灯塔下面是啥啊？上黑暗，所以教会附近厝边隔壁无要信主这是乃是理所当然，因为伊拢住伫灯塔的下面。有一间教会足有魅力，真好敬拜赞美，所以半暝11点，腰鼓伫迄个所在，也跳也唱，佫真正大声，滴到厝边隔壁那。报警察，妨害安宁，足水的见证是无？袂晓体贴人的乱象，袂晓适当的方法甲时间去做敬拜娱乐，上帝敢会欢喜咧？上帝敢会欢喜？所以伫这中间，互咱人看见讲，传道理是咱的目标，是对主耶稣基督所领受一个真正要紧的使命。所以你传的是安怎传？